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來咧，我係綜藝圈阿權妹。大家就睇好福起來咧，一路以來，手機也非常多嘅種東西嘅小農，啊有的係種有機嘅啊、有山嘅啊，唔過好當人就會知道，哎呀，種呀有機嘅當辛苦，範圍啊可能就種下細條嘅。唔過今日喺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嘅係種有機、種當道嘅呀。專業嘅農民哦，佢喺馬上哦，係對花蓮來嘅林水平大哥，歡迎大哥。大家好，我係花蓮來嘅林水平，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當歡喜吼，邀請到林大哥，按言對花蓮來哦，對不對？對花蓮來，唔過吼，剛剛有講到吼，聽講你種有機啊，範圍種當道，種當法，錯嘛？農村吼做有機農業吼，農村種16甲土地，做20年咧。哇，20年按久嘅時間哦，跟你種呀按法嘅土地啊，你有種當道種無同樣嘅東西嘛？跟有種乜嘅東西？你吼都要採收嘅吼，都係人參山藥啊，山藥啊，你係。這個人參山藥跟花蓮3號的山藥，係野生種的啦。其他嘅呢？還有通道還有蓮藕。蓮藕。玉米筍。玻璃菜，菜頭，還有薑黃。農村吼種30種的菜。種當道，一年差不多有300噸嘅菜。哇，按道哦，唔過種按道吼，感覺知道哎呀，林大哥動強哦。唔過其實佢簡單唔係種東西哦，簡單唔係講種，對不對？頭擺，頭擺吼，我係吼做日本新式雕刻。雕刻哦，雕刻啦，都係農村去日本做。哇，去到日本。對。我19歲都學師嘅，23歲都出師。都做日本嘅事，安尼。去日本做幾久嘅張進來？農村吼做到49歲，哇！從19歲開始，安尼做到49歲。嗰時候太講你係30年啦。哦，所以係下後轉行來種農，對不對？都係吼，因為吼，我49歲吼，日本嘅新式工作啊，都較磨我身體吼，身體啊，冇磨好都錯啦。即係想講來做農，係因為有疾病係冇，有生病。加49歲加吼，因為日本吼冇事好做一年吼都台灣啊，都農田都該飲酒啦，泡茶啦，我都身體都就唔好，就壞體咧，都是種到像球安泰。想講人生啊，49歲都會死體咧，換個環境啊，都去做農，冇想到吼49歲做農，50歲吼，我拼都好咧。哇，你自己覺得有差嗎？自家知道有乜該冇共用，這樣子的生活有什麼不一樣？改變了生活吼，改變了生活了吼，來吼都因為吼做有機農業吼，冇用農藥，家己自家拼啦，蠻好嘅，安尼，因為吼種一束咧。頭先種無當道，做有機農業吼來了，都
当多骗人来讲爱无农作的，苏东头几年的时阵吼，拢本人烧啦。因为你一开始没种有机，一开始是种惯型嘛，对，惯型再变成有机，所以有你讲，你做惯型都做不好，还去做有机。本人烧吼，该当人都讲吼，爱做有机农业吼，当讲。爱得喷农作吼都无好收上诶，你无农作，咁种有失就错啦，安尼，我都戆戆诶种啦，当人拢统爱笑啊，笑我是白痴啊，去笑啊，咁当人都讲爱去无农作诶用班做得来种菜就错啦，安尼啊。不过虽然大家经销林太高，不过佢还可以得到神农奖，对不对？得到神农奖哦。佢都戆戆在做啦，都想讲吼，一家身體好诶，個當到騙人來尋講吼無農作嘅菜啦，本來吼都一甲種到2甲，2甲種到4甲，都半年加都16甲嘅。就是现在的规模了嘛，现在的规模16甲按胎嘅範圍嘅。呢幾年都種到都第12年嘅時陣，都得到神農獎，10大神農。佢咩愛種有機種嘅11年嘅時間，將會得到這個殊榮了，對不對？等了這麼久才得到這個殊榮，不過。泰國自家有講種東西種到當歡喜，對不對？其實做有機農業吼，愛平常心來看啦，來做就錯啦，唔好講上位愛錢就錯啦，愛健康的身體吼去做就錯啦，所以講來都冇去想錢，都身體好咧，像講當人來尋無農作嘅菜，都見種見多，結果吼，攏無付本人買就錯啦，安尼。種唔菜本人買就錯嘅，不過你看哦，按腔一開始唔愛種東西，自家去學哦，自家去上課來學用辦種。我都90年。民國91年啦，因為伊個門外漢啦來做農啊，因為農作唔知農作係乜嘅東西啦，來種農就唔曉，去土田改良場學一啲2禮拜啦，都在地用班來種安尼，個自己去摸索學習這樣子。然後3年我都挺厲害嘅。3年就挺強誒，古時候都有天分哦。古時候也下將做得來種出16甲按胎嘅範圍。不過今日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。山藥，剛剛有講到2種品種，對不對？對。那個藍莓地度誒係。這倆吼人參山藥。人參山藥。這人參山藥，倆是原生種誒花蓮3號誒。原生種叫做3號新的叫做人參山藥。人參山藥就係日本地度嘅咩係人參山藥，對不對？人參山藥吼就略略嘅吼就人參的味道，有一隻的，好特別哦！你那個笨蛋山藥嘅米線沒有加人參哦，這個湯裡面沒有加人參。
是本身那个人参山，本身有一点点人参山药的味道。你要用皮就懂有感觉嘅，粉，还能用山药嘅米丝。我头摆全外忙着是个暗用嘅人参山药哦。故事好，今日节目当中，我同大家来分享，生来暗用嘅山药嘅，除了品种无共用以外，加上落喺样板中嘅，还有那条东西，我同大家分享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来。好，非常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總一群阿群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吼山藥，家下有識到啊呀人參山藥，這個參絲山藥，真經會有這種人參參絲嘅味道到底部，不過但是這個湯裡面是冇人愛加參絲哦，係佢本蛋山藥嘅本蛋嘅味絲。啊，唔過吼，大家都食過山藥嘅，啊，唔過都唔知山藥嘅係樣板種。今日就來問一下專家來問林太哥，林太哥，請問下這個山藥啊，按樣板種啊，按用嘅東西有食過，啊，唔過冇種過呢？樣板種吼，用兩種方式啦，一種吼有買乾的啦，吼乾啊，一種乾的哦，用乾的種，用水管。半邊的水管，一般的吼差不多5尺長哦。這麼個種山藥要用水管，沒有聽過。用塑膠管塑膠水管。這麼個會按用呢？為什麼？切一半，奶吼做稍微斜坡管的排上去。落去種咗一種吼，直接做菇啦，菜菇，落一條落去種就出啦，為什麼要用管子啊？為什麼要用管子？用把用管哦，都係吼，因為山藥吼，佢種吼，佢要凊彩生。本乾的，佢都順到乾的，上下去。本佢一條路行就錯嘅。一條路行，上落去。我有看過山藥嘅長成這樣，圓圓的。那個是塊狀山藥。塊狀山藥，不一樣的品種。對，不一樣。冇品種。唔過用暗用嘅乾呢，佢就會長到側側，就很漂亮嘛，對不對？因為切吼，個靠乾來講吼，愛煮的時陣吼，愛削皮啊，你切的啊，靠削皮啦，人呢吼，當然削皮。我知道，因為形狀啊，它很多形狀，你要按用修，就很不好削。對，直的就這樣刷。對，因為它有黏膜啊，會咬人啊，它生的時候會咬人啊，所以講吼，切得較有人愛啊，人呢較冇人愛。迄講。像我迄個想愛去家種山藥的話，我要去買種子來種嗎？其實山藥吼，嘛有種子啦，它伊個種子吼，上帝給它填的，該切該配，要生一粒一粒，其實吼，我哋種冇用該種啦，直接吼拿了都剪下來，差不多剪按蟲安尼。差不多20公分，差不多20公分，拿來吼，因為切過位數吼，驚感染細菌，都用化肥，草木灰，燒過燒茶、燒醋啊，個肥啊，拿來沾下去，消毒。消毒傷口消毒，然後比較不會感染，再拿一種用的。因為佢係無性繁殖的狀態，故說係講有感染到細菌嘅話，你的下一條口呢沒會感染到細菌，所以要做消毒嘛，對不對？
是这样。故说俺拿呀切一节，不用都奶豆肚，它就会会免退的哦，不会免退，不能感染细菌，感染细菌不会免退，没有感染细菌的就不会上。哦，有机农业吼，种这种农作，不用化学的农作，所以讲吼用火肥啊，来消土。哦，唔过吼，人看呀山药啊，迄看到奶豆肚嘛，种在土里嘛，对不对？唔过其实佢奶蛋糕含有冻到叶贝啊，含二搭胖加本去哦，对不对？山药吼都。因为吼，佢都奶迄种上面吼爬都错了吼，较会薄平，较会薄平。因为土地有细菌啊、虫啊什么的。搭胖的胃吼，伊都通风，通风。就可以啊，看到嘅上面。通风，通风，伊都会较唔会都平安尼。所以很爱搭胖加本体哦，因为这个山药的营养是透过叶子吸收的嘛，叶子光合作用。它的因为不用有机肥料哈，不用泥土在土里面都错了哈，对，也杂贝都错了哈，杂贝吼是吸收光合作用就对了，光合作用吸收养分，然后光合作用。变成养分。像那个山药的啊，你种久的，用从种下去，快茎种下去，一车都菜熟，要几久的时间？农村吼，差不多吼要9个月的时间，种到采收，要9个月的。要这么久哦？那个采收是什么季节在采收？要采收吼，个时间吼9个月吼，你其中吼个杂的吼要忙，稍微会枯了，要忙了要糟蹋，家都差不多好采收。好采收给像呀，你看呀，山药的暗虫。这么长，这么长，这个呀还个细条，这还是小条的你看这样按胎条要怎么挖，怎么采啊？用板叶？迄麦管的吼，直接吼都别管的，别起来，就那影片吼，别起来了，都坐在拿山药，所拿起来的。你啊虫的吼，直接种的吼。都磨土，我用怪手啊，去别伊咧叫，让拿连敲，慢慢。像用一下看到连敲吼，慢慢去拿起来安尼。哇，大哥，你家的挖山药很像在考古很像在挖恐龙化石一样。对啊，在挖宝物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在挖宝。而且要用人工，总唔得用机器，因为要热团体。农村爱当主日啊，无主日农村不会去灭刀，灭刀都无卖香就冇办法卖唔过像按用山药啊，空到土里面，空到奶豆肚啊，这样会有病虫害吗？佢讲吼，蟋蟀。蟋蟀基本吼会去践踏，践踏了就没有营养了，就没有办法吸收营养分，光合作用其实吼伊个讲有当杯吼讲菌病啦，叶子啦，叶贝讲破片啦，它虫害比较少，怕一些炭疽病，都是热天吼，冬热热啦，冬热杂贝吼会像火烧过恐龙就像也看到就糟蹋嘞，糟蹋就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，他们就没有光合作用，光合作用没有就会比较会死掉，对，是这样。不过其实中有几个人啊，大家都说生态要维护好最重要，对，生态是最重要。因为农村农村20年的某种农作，所以说生态平衡很重要。
自然的菌，自然的虫，以虫克虫，以菌克菌的方式，我方式都用按嚟来做就错啦。所以讲无啥物偏害，无啥物无嘛该虫诶都错啦，安尼。用自然环境嘅方式，本呀环境继续来生长呀，作物自然就生嘅好。唔过像按用嘅山药嘅呀，这样子山药，一条我冇办法一摆实体，我可能会把它保存起来，要一种冰起来嘅法。就得请大哥跟大家分享山药要怎么保存吗？山药那要保存其实无10天其实加伤口的切割的尾的那染水或是柠檬汁抹上去，抗氧化杀菌，抗氧化杀菌，然后用白报纸把它包起来放你冰箱，冷藏都做得，做得差不多10公日，10公日就错嘅。无切割的像粒无切割的差不多1-2个月唔会坏的。冇问题啦。原来切割较会细菌感染。古常看咯，要同大家来分享，唔单止分享呀山药的用版中，还同大家分享山药的用版保湿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走到节目当中哦。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總一群阿群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吼，尤其中嘅山藥，唔過呀山藥啊，有一個鋪位，大家可能都唔知喲，佢按到山藥籽，故所今日嘅公式農民啦，就會來請大哥同大家來分享哦。這個山藥籽是什麼東西？係乜嘅東西呀？山藥籽山藥籽都會粒山藥加甜啦，加結的味素上的籽都講到好多山藥籽。所以就是我們剛剛講山藥的種子嘛，對不對？也是山藥的種子。對。不過呀，山藥籽可以吃哦。對，山藥籽人參山藥會較大粒，較大粒，花蓮山號的原生種會較細粒，較細，人參山藥皮當粗，粒山號的佢皮當柔，所以講粒山號的磷魚籽都東河市，你剛剛講，它又叫做磷魚籽，對不對？它的名字叫磷魚籽，然後是好吃的，像看起來像飯條，像花生一樣。對，佢煮來食做點用吹的，蒸的啦，用蒸的，做點細放落煮飯的時陣，強下煮，煮落煮煮起來吃QQ，比花生較好吃。不過泰國基本已經冇帶來本藝生哦。時間不對，對不對？時間唔錯啦。佢愛上山藥籽差不多第6月。6月嘞，6月的時陣，你冇嘞。我6月嘞再去找你哦。好，歡迎你。很想吃有嗎？不過當然講到山藥嘅，像日本的山藥嘅可以磨成泥呀，攪翻身啦。台灣嘅山藥嘅可以生吃嗎？台灣的山藥嘛做得，也做得。按原生種的嘛磨成泥嘛挺好吃。人參山藥嘛當好吃。磨成泥做得。
做的可以的，也是可以，可以的。古松看到喺台灣就有種到按到有這類啊有機農產，像呀產育嘅頭擺可能睇個大家搶識聽聽唔啲個樣板來種，啊唔過今日嘅節目當中都同大家來分享哦，分享當到山藥的小知識，啊唔過除咗呀產育嘅呀，睇個還有種當到山苦瓜。山苦瓜，對不對？哦，這麼該會種呢？為什麼要種？因為吼山苦瓜吼，第10年前，因為花蓮的農改場吼請我佢哋研發的山苦瓜，突出用台灣的原生種的苦瓜，小小顆，小小顆。它沒有那個經濟價值，而且生得很少，然後花蓮改廠哦，然後去純化品種，然後再配種，經過5年的純化，5年的純化，來配種，配種哦都1號、2號、3號、4號，兩到7號。7號有7號，7號的山苦瓜，我剛來請我是2號廳，2號山苦瓜，我都推買品種前，就是寄轉品種前，對，來種山苦瓜。哦，你種了2號，3號，4號，5號，6號，農青酒。哈，這麼該會種按多種？因為吼，市場的需要啦，需求啦。比如說，因為1號、2號、3號、4號、5號是做保健食品用的，1號、2號、6號、7號，它是做食用，都是你的煮菜是咧。2號吼，佢較特別，佢做生物科技，做保健食品，做菜，當好是。所以某 Q 用嘅號碼種出來有不一樣的用途。不過我很好奇啊，想問哦，那山苦瓜做菜做乜嘅菜啊？用板主張好食啦。山苦瓜哦，我哋倆吼上剃刀吼，1號、2號吼，6號、7號，大部分攏做啲吼做用蠻煮係嘛，清炒，然後切片，涼拌，上色咯，上嘅涼拌，對，然後打養生湯，然後。可以煮鳳梨苦瓜雞湯，然後有的比較那個可以切開來把籽拿掉，包肉苦瓜風啦，苦瓜風，然後去蒸做成苦瓜風，這樣很好吃啊。因為2號山苦瓜給用吼，當然，口感當好，吃落去吼，第一口會苦，第二口會回甘就錯嘅，個第三口唔會苦誒。那像山苦瓜跟那種傳統的那種白玉苦瓜，味道有沒有什麼不一樣？那個大條的白玉苦瓜輕苦。輕苦哦，我以為山苦瓜苦誒。唔會苦，它會回甘，回甘，對，唔會苦。所以要有山苦瓜，其實可以拿來做加工，就像椰亞鼻。對，這是什麼？這是山苦瓜茶。山苦瓜沒有苦味啊！你沒有喝，你怎麼會有苦味？喝看，我喝看。我很能吃苦，我可以吃苦，不會苦，會回甘，香香的，對，而且它有一種堅果的味道，很香。它就是連帶種子全部一同下去
烘干，然后做出来的，像就是那种烘干呐，对，这个就是烘干的干片哦，是这样。这样泡茶就是这个是茶包，对，然后就是干片，然后去剁成细粒，细粒粒的，都会做茶包。我喜欢，我觉得很好喝东后生，因为就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，唔会那个对，因为它是《本草纲目》有记载苦瓜是清凉解毒，明目清肝胆，我一杯喝掉好了。觉得最近身体不太好，应该要多喝一点苦瓜茶。这个苦瓜现在我们都是做在生物科技在用了，都做在养生食品这一方面。对。那像除了有做这种烘干的苦瓜片之外，其实大哥也有做其他嘅咩拍照嘅东西，有其他烘干的嘛？有哪些？做产品弄清有5-6种有磨成粉呢，粉呢，对。那像这样，除了山苦瓜之外，因为你还有中东多嘛，像莲藕啊，还有姜黄啊，这些东西你们有去嘎来做加工，对不对？莲藕啊，姜黄我们都有下去做加工。第二拜疫情我们的姜黄也是卖得超好的，因为免疫力对不对？姜黄跟免疫力的关系，它跟因为它因为联合国的卫生组织他们有那个公布它的疗效就对了，它能够抑制人体的活化细胞。去甲用有机的方式来种嘅来吃吃盐的东西、甜盐的东西，我们借由食疗的方式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。故说今日节目当中非常谢谢林太狗，什么林太狗跟大家来介绍这么多东西，谢谢林太狗，谢谢。林太狗同大家来分享的当中，去甲种有机嘅心情啊、歌唱啊，韩国故事也都，希望大家对也都有机农产做得有很卡多嘅了解，很卡多嘅支持哦。故说希望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，今日嘅收看休息一下，等下听欣赏，听下来运动一下了。